艺术水阁好，国生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民间的俗语，拢嘛是应用时代。过去咱一世纪有得看，抾茶行火，毋则讲甲茶有牵连的俗语流传至今。毋过咱嘛知讲即马少年家真侪拢干那捌看见甲四路尔。你讲甲茶有牵连这俗语话，敢听的有来，咱一句一句提出来详细探讨。头一句，你劝人讲做人毋通行义，毋通硬度要共拗，讲毋通欢茶压入灶。咱嘛知影讲相片看落去，灶空都圆的，茶当然是用滴的落去弄才弄得入去。结果欢茶压入灶，这就是硬度要用行义的手段共拗办啦。灶空弄破都会用，毋通欢茶压入灶，毋通做这款工课哦。这咧劝人讲做代志嘛是着爱照情理较好。过来第二句，咱来讲做目做甲做的师傅拢会晓讲毋通做迄落有空无顺的代志。因为空甲顺本来就爱互相配合，毋是有一款人吼，伊安那打真硬，这叫做硬茶拍硬钱，无去研究讲空顺配合落去，甲做家具才会好看。结果硬茶拍硬钱，硬动动，这有当着啊吼，做人伤过头硬，你倒位去得失人，甚至讲吼，倒位去落人的陷阱，你家己都毋知，因为打伤硬有当着啊玩啊毋好。过来第三句，咱来讲这个顶下句的俗语。顶句讲叫做在庄傲气动，下句讲叫做出外忌南香。顶下句甲比拼，傲气动就是讲无路用的木材啦。啊，忌南香咧，咱知影忌南的沉香是沉香内底上顶货。啊，咱在庄甲出外种差遮济，两种解说。头一种咱来讲万项的产品拢共款。人讲吼，近香俗，离香贵。咱遮在咧出产花啊。行到倒位看到花啊盘、花啊碗，拢嘛30-20块就买会到。结果毋是，共这产品搬刷去外位稀罕的所在尔，总卖拢是几千几万块的啦。毋则讲物件在咱遮在庄看到无价值，或者傲气动。结果卖一个远去尔出外，人会甲当作宝呢，会甲当作奇难的沉香呢。这是咧讲产品，咧讲物件，毋过讲一句话。第二种比拼，咱来讲做人。原来有一款人，伊同款是在庄傲气动，出外忌南香。毋过这若比拼咧，就真歹听哦。这就是讲人吼，熬做表面，去到外庄名片流出来，嚯，这什么会会长，什么会理事长，什么公司的董事长，转来到咱家己本庄吼，庄头的人都知影伊的底下看现现啦。讲哦，迄毋免讲啦，迄着做迄个泛泛的生意，咧共偷占偷念，所趁家伙，迄无稀罕啦。毋则讲这叫做在庄傲气动，出外忌南香。人毋通熬做表面，毋则过去。虽然时代无同，咱即马无人伫咧抾茶行火，毋过俗语应用人情世事，用木材来比拼，内容共款嘛真趣味。